中东的战争已经拍马2个月啊，本地美国甲伊朗伫咧今仔日是要伫巴基斯坦来进行第2阶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煞向话被取消，按算讲改用讲电话就好。因来上新的消息是，川普讲已经收到伊朗上新的提案啊，佮讲这是比原本的迄份佮较好。 就伫川普对佛州准备坐飞行机登机华府进前，伊甲记者讲，本来可能伫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的第2轮美伊谈判取消了，原因是美国特使无必要用15、6点钟走真远去南亚，甲一堆无人熟悉伊朗代表来开会。 You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anceled the trip. We have all the cards. We're not going to spend 15 hours in airplanes all the time going back and forth to be giving a document that was not good enough. And so we'll deal by telephone. 川普也搁再讲，美国对美伊协议的重点要求真明确，就是伊朗袂使拥有核武。另外，伊也搁再讲，伊朗领导层来到真严重、真混乱，根本无人知影讲是啥物人伫主导。也不趣味的是，美方代表团形成一个法庭，川普就讲伊收到更加好的提案咯。They gave us a paper that should have been better, and interestingly, immediately when I canceled it, within 10 minutes we got a new paper that was much better.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奇也结束巴基斯坦访问，并且转往中东阿曼。半岛电视台报道了，伊搁再登去巴基斯坦，所来拜访罗西亚。伫这进前，阿拉奇也发文质疑美国外交诚意。伊朗国营电视台是指出，巴基斯坦的扮演协调角色，负责甲伊朗的方案传达予美国。安尼一来，两国长是爱经由第三方来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搁再强调咧，中东荷姆兹海峡也依然是相残封锁。 美国中央司令部26伫 X 平台发文讲，美军查到一只甲伊朗所谓的影射舰队有关的受制裁船只，也从4月13开始，港口互美国海军封锁伊朗，传出开始下达节约能源的命令。تو خونه به جایی که 10 تا چراغ روشن بشه 2 تا چراغ روشن بشه چه اشکالی داره؟ 伊朗总统佩泽斯基暗讲，美国甲以色列摧毁伊朗基础的建设，并且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目的就是要让民众产生不满情绪。不过，伊也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讲，伊朗袂伫威胁甲封锁之下，被迫接受强加客气的谈判，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才有可能创造停火甲谈判的基础。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